继续来看台东太原邮局的杜栽町，目前正在大出。这个杜栽町的开花期有14个月，所以采收的时阵，会当看到这个杜栽町甲白色的花同时出现的奇景，不止啊趣味哦。果子园内底真侪人伫咧挽果子，摕细枝夹刀甲杜栽町剪落来，刷咧各片特殊的芳开。这是伫咧台东东河太原邮局，只唔乃当挽杜栽町，可以当拿赏花。好玩啊，很有趣啊。你看到那个满满的果实跟花结在一起，这样会不会觉得很特殊？我不知道橘子有花。这种杜栽町，佮叫做马铃夏，上特殊的是开花季都要14个月，所以晚的时阵会让看到果子含白色的花蕊。因为今年天气真好，果子大大坑，花嘛花个真水。采果的果实成熟，那3月中也是下一季的花也是在盛开，所有水果也都大概都也相连。花和果实两代在一起呀。杜栽町是台东东河乡真侪年前因为来种植果子树，产季是3月到5月，是全台湾柑仔类上晚满的果子。今年的平均价数一斤会当来到30-40块，因为杜栽町直接味阁香，人客真爱食。民众有机会来台东行踏，会当来果子园体验版杜栽町。